台湾文化咸酸甜，本土乡情出头天。你咱小敬爱来天，无语残园水歌青。锁相机牛无伴，路空的小条酒牛仔条，有求必应四季春，朋友后会车倒转，伊也来坐，大树下东风吹，明夜是咱的，是阿公讲过的话。大家食饱未？食饱趁熬早，听台语学台语，大人囡仔拢欢喜。欢迎收听台湾文化咸酸甜。干巴嘞，干巴嘞，干巴嘞，伊的歌声来来回。干巴嘞，干巴嘞，干巴嘞，将朋友传到满世界。空中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惠阳。感谢听众朋友伫每一个礼拜日的暗时7点收听惠阳为大家服务主持的台湾文化咸酸甜。咱这个节目是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咱们去广播电台制作。今仔日伫节目当中，会阁继续小介绍甲鸟鼠有牵连的俗语、热客家话。说笑传无语，培养好喙水，是北区大港国小的囡仔子颜慧轩要来讲看喙甲肉呱呱呱的故事。天真可爱的虎城小花蕊，用因自然对话，甲这句鸟鼠靠鸟啊，讲互大家了解。对歌声玲珑说，今仔日要带领大家先来去听这首学落家的达字。这歌词内底有几啊句咱常在听到的俗语哦，欢迎好朋友做伙来收听。若是讲到12生想的这只鸟鼠哦，这高头鸟鼠耳，插埋粗眼的獐头鼠目。甲人的生做偏向甲无一地，讲人歹了有铁底无大劲，残人的心态表情用干贵土野来甲嫌。伫诗经方用内底，根据诗书相属四无礼也。这首中的第2句就有安尼讲：相处有皮，人无义。这相就是用目睭咧看，这句话是咧考试宣写遐一寡无重视礼仪的人，甲禽兽人生差不多。这相处嘛有互人写作歌咧偏向遐一寡政客，内底的歌词是安尼写的哦。看迄只鸟鼠，嘛有手，做人你哪会遐敖张？做人你若是遐敖张，无死你敢是皮咧上？看迄鸟鼠。嘛有喙，做人你哪会遮毁类？做人你若是遐毁类，规气死死的较袂定位。伫这首歌内底，就会当听到这鼠辈受人讨厌无介意啊。也若是讲到这鸟鼠伊的死对头猫咧，讲到猫，这猫面嘛是真负面的一个用词。较早的时大人咧教示囡仔爱捡拾。拢会讲碗内底的饭食无清气，会嫁猫翁娶猫某。虽然这是一种惜福的表现，应该是对做事人的感恩甲敬重。不过，看人迄生做猫面的人伫代，猫面的人是幻想哟。原来这就是因为这句猫面的感情好的不仁。这脸上有麻子。生做较猫面的人，就比较较奸诈；较好手的人，就无仁慈。甚至嘛有人安尼讲，10个猫面的9个怪癖歹斗阵。
这敢有人做数字的经济去甲探讨。毋过，惠阳有听过厝边的老大人讲过，这好手的较听无，心思较有咯，嘛毋知影有影无。这罔听罔参考就好。但是若互人甲你讲，你这粒鸟鼠仔屎拍歹一点阿糜啊，这就有影真害咯。鸟鼠仔这么个人怨，当然鸟鼠仔放的屎会搁较臭。用鸟鼠仔屎来形容一个人误了众人的好事，就亲像本地好好的代志，因为一个人的无注意，害全部的人受灾厄，这袂个人怨，使人家己切起真奇怪咧。是讲这12生肖的第1号排第1个楚大王。第生肖的个性来讲，相处的人头壳真光，做代志美丽搁巧骨。大部分的人拢会较活泼，搁有幽默感，加观察能力，真够甲人应酬，甲人判断。做代志嘛较积极主动，适应环境的能力嘛真强，而且搁有博达经济的头壳。不过，嘛有需要注意的所在，就是因为自信心伤过头，什么代志拢无放入目睭内，欠少坚持的耐心。若做代志有头无尾，亲像若对感情无耐心呢，这是要安怎？歹势啦！人的个性好歹，爱家己去改变，唔通牵拖迄有诶无诶呢。武侠小回率，招恁讲俗语。是武侠小回率，欢迎大家对阮讲俗语啊！我是武侠小回率，洗澡高水啊好脆水，招恁大家来讲俗语，听看台语到底有偌水。我是武侠小回率的大姊婷宜。那我就是上界巧的儿子恩恩，我就是上古锥的细喇叭子维维啦。话若要讲透机，恁大家就听甲笑眯眯。俗语若讲落去，呛呛呛水水。阮三姊妹啊，今仔日要过来讲故事的。阮今仔日的故事是鸟鼠甲猫咪的故事。是的，鸟鼠叽叽叽，猫咪喵喵喵。讲到这个鸟鼠，姐姐，你讲咧，到底是猫啊，也是鸟鼠？这个问题啊，并不是介重要，上介重要的是，这只鸟鼠的厝边有住一只足大只的猫仔伫遐。是的，喵喵喵是猫咪。咱话讲到倒位啊？呵呵呵呵，我嘛唔知。我想到啊，有一天鸟鼠出门去读册。转来到因家的门卡口，这个时阵啊，看到猫啊，趴伫因家的大门头前，乌乌啊困。要安怎？鸟鼠是要安怎去因家咧？这个时阵，鸟鼠就开嘴讲话咯。吱吱吱，喂，你挡着我的路啊？你敢知啦？赶紧闪啦！我要转去阮家。不过，这只猫咪啊，因为伊的耳孔有动听，吵耳人啊。敢是鸟鼠讲话，上过的细声，猫咪无听到，所以继续困。鸟鼠看到猫仔搁咧困，伊就连脚连手，慢慢啊行，寥寥啊行。稳稳啊行，雄雄啊！
啊，这么大声，会互你惊死啦！哎哟，这叫气愤，当你是捌啥？啊好啦，啊无咱继续啦。雄雄突然之间，一只猫啊，伊的目睭天开了，紧张！鸟鼠啊，危险咯！猫啊，看到鸟鼠，规个精神拢来啊！鸟鼠看到猫啊，三魂七魄拢飞了啊！紧张！刺激！鸟鼠啊，紧走！酸了！猫看到鸟鼠，就开始喐哦。走！鸟咪一直追，鸟鼠一直走，抢！走！追！这个时阵，鸟鼠看到壁边有一个坑，伊就走对迄边坑入去咯。去啊！哇，安尼，猫啊抓袂到鸟鼠啊！若是安尼，做一个伤过顶，煞挡袂住，嘣一声，就对壁直接甲弄落去啊！哇！哎呦喂啊，弄一个真正力哦！是哩，猫啊弄着壁，弄一个死昏去。鸟鼠伫咧饭桶内，看到猫啊倒咧涂骹，动拢无咧叮当，一时间煞感觉心酸啦。蛇慢慢行出饭坑外口，豆啊行到猫仔的身躯边，鸟鼠就大声目屎死然水，好甲真伤心。啥物？哪有可能？鸟鼠靠鸟咪，哎哟假啦！无毋对哦。恁姊妹啊，真正有够聪明，佮特别巧。这句鸟鼠靠鸟啊，就是假无义、假慈悲的意思。伫华语就是咧讲猫哭耗子假慈悲。这个耗子就是台语讲的鸟鼠，有人讲四川人就是耗子。凡是因为四川人，大部分拢较细粒仔子，就亲像话食果子的细粒仔子哈。嘛有可能含四川的古名，即个词拢有淡薄仔关联哦。老师，安你哪会知？因为老师的爸爸，伊就是对四川来台湾的啊。所以会有老师，你嘛是鸟鼠吼？喂，无礼貌，老师啊，这鸟鼠哪会靠鸟啊？你敢是感觉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敢对？对啊，有影呢，这鸟鼠看到猫啊，走都走袂赴啊，哪有可能个唔甘伤心的流目屎？这就号做假慈悲、假好心呐。安尼阮知影。听众朋友啊，拄则有听阮讲故事无？阮伫故事内底有讲到假好心的鸟鼠靠鸟啊这句俗语哦。来，煞了，对阮念谣笑伊那歌咯。咱今仔日要学的是王金算老师的《戆乌猫》。即摆我先来念一遍，互大家听。戆乌猫，头壳底石头，毋食鱼，要食叉头，毋掠鸟鼠，要掠狗。暗时讲要晒日头，咱搁再念一届。戆乌猫，头壳底石头，毋食鱼，要食叉头，毋掠鸟鼠，要掠狗。暗时讲要晒日头。好久不有，再回来听这首王金算老师写的毋食鱼要食草头的戆乌猫。戆乌猫，头壳底石头。
家，阮府城小花蕊，除了有鸟鼠靠鸟仔小意，阁有好听的囡仔歌，讲乌鸟。大姐，咱搁斗阵念一解。系啊，好啊。今仔日的小意是鸟鼠靠鸟仔，鸟鼠靠鸟仔。小意到了啊，我要甲大家讲再会咯。后一回，请继续收听有声小花蕊，招恁讲俗语。咦，讲俗语。阮姊妹仔念，大家对咧念，加念几摆啊！大家拢足够讲台语咯。酒啉落去，茫茫到深更，夹着你送的珍珠破链，因含阮要做一只上水的红蝴蝶。面红红，阮跳舞予你看，跳着咱的山明甲海誓，搁看你一目。阮的心震动，阮的目可红。你为何爱别人？袂记当初咱的青春梦。哦哎呀，你呀那愈远。哦哎呀，哦咿呀那愈远呐。哦嘿。嘿呀，哦嘿呀，好伊呀，那愈远呐，哦嘿呀，嘿呀，好伊呀，好海呀。酒啉落去，茫茫到深更，夹着你送的珍珠破链，因含阮要做一只上水的红蝴蝶。面红红，阮跳舞予你看，跳着咱的山明甲海誓，搁看你一目。阮的心震动，阮的目可红。你为何爱别人？袂记当初咱的青春梦。哦哎呀，你呀那
哦海呀，哦呀那愈远啦，哦嘿呀嘿嘿呀，哦嘿呀哦呀那愈远啦，哦嘿呀嘿嘿呀，哦呀哦海呀。马上就摇动摇动那个神秘武器。珍惜咱的故乡，疼惜咱的囡仔。我是电影《不倒翁的奇幻旅程》的导演林福清，我伫闸门溪电台祝福咱的土地。相信不怀疑，快乐不倒翁就是你。36母语，母语讲好去。咱12生肖当中的这只厝，一般地拢是以干贵搞怪来看，尤其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的生长甲个性，也是草间生涩，就真风看无见。所以毋只有一寡鸟鼠的俗语。隐隐互人听到无好感、无介意。除了有咱拄则讲过，形容人其貌不扬的高头鸟鼠耳、插眉鼠眼，阁有即句蛇头鼠目的俗语。即句蛇头鼠目的俗语，嘛是较负面的形容。这一个人的头细细粒啊，小鼻子、小眼睛呢，举止行为阁黏黏黏呢。表情阁真假，袂自然，无气质，这看着嘛袂得人听。这句俗语嘛是有在讲人自私的表现，也会使摕来形容一个人做代志嘤嘤耶耶、鬼鬼祟祟、心术不正。若是咧批论一个人非常无胆，胆量无一匹匹啊，迄就是胆小如鼠。咱就会使用这句无一个鸟鼠啊胆，无一个鸟鼠啊胆。这句俗语来形容，但是这青眉鸟去拄着死鸟鼠，这青眉就是目睭无看到的鸟啊，行啊行，煞去拄着死伫路边的鸟鼠，这是可遇不可求，嘛毋是常在有的机会。这就是咧批论讲误打误撞，侥幸得到好机会。啊，毋过咱做人就爱脚踏实地。毋通茫定定有这种青眉鸟拄着死鸟鼠的好康。若是咱平常时无好好努力准备，真正拄着代志，无一定有好运的等你哦。刷落来讲这句：长鸟鼠行弄破骹。长鸟鼠行弄破骹，这长鸟鼠是啥物？长鸟鼠就是节汉井掠鸟鼠，这骹就是骹锅盆类的用具，亲像饭骹、花骹、生话。这句俗语是安尼咧讲：要掠鸟鼠，行去弄破骹、话啊、盆啊，就是这句投鼠忌器。这是比如讲，咧做代志有顾虑，唔敢放手，进行去做，惊去伤害或者是得罪第三者。伫清朝曹雪芹写的《红楼梦》这本册内底有一句台词是安尼写的：平日明明知影是彩魂饕餮，但是伊投鼠忌器，长鸟鼠行弄破骹，惊去挨着探春啊。伤到探春的体面，所以伊唔愿去摕赃物。这就互我想起进前有一个姐姐，伊咧讲着伊迄个阿爸的小弟，
大概若是咧唱秋搞怪作孽的时，伊拢做想要甲修理。但是这个小弟啊，一向拢受到因厝内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真加疼惜。这位阿姊袂输长鸟鼠行拢破骹，大概若拄着伊咧搞怪，这个阿姊只好着忍气掂掂咯。过来即句鸟鼠毋敢食猫呢，鸟鼠毋敢食猫呢，这甲羊入虎口，即句俗语是同款的道理。照着鸟鼠甲猫仔的对立，这鸟鼠太敢挖起猫仔的身躯边，气死猫咪的奶奶咧。因为鸟鼠去食猫呢，那袂输羊仔妹妹行入虎口，这是非常危险的动作。这句俗语嘛是咧片想两个身份地位无同，或者是敌对的人，互相拢毋敢相挖近，以免家己自身陷入去危险的境界哦。接落来这句鸟鼠搬番仔姜，鸟鼠搬番仔姜的俗语是咧讲啥物？这鸟鼠啊，看到番仔姜，嘛是要甲搬山位，但是青番仔姜是足咸的，咸甲毋敢食，啊个毋敢甲蛋遐角，毋则安尼搬来刷去，放的场所阁无稳定。这句俗语嘛是咧形容遐常在咧搬厝居无定所的人。今若这句鸟鼠空变成员工门的俗语，这都有典故咯。这鸟鼠仔空差不多是10块的银角啊，遐尼大。员工门是圆形向内弯弯的门，甲细细空的鸟鼠仔洞变成大大的员工门。这就是咧形容小题大做、小题大做，将小事变做大事咧处理。若讲到小题大做，就爱讲到科技，这是科技时代的习惯用语。今若考试的题目是对数书当中出来的，就号做小题；也是对五经文出来的题目，称作大题。用五经文的文章讲法来做数书命题的题目，就称呼做小题大做。尾仔这个小题大做，煞互人摕来披露，甲小事看做大代志来处理，有雕工灌水、碰风的意思。举一个例来讲，有人用尽心思，变骹动手，用手段，甲人骗，甲人拐，尾仔食落一丝丝好康的尔。这敢是有淡薄仔用鸟鼠仔空变做员工门来做代志咧。分一支一支一支在点，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，请你爱体谅我，我酒量无莫甲我创空，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，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，有一天咱拢老，带无行到底。浪子回头。
人干那老师，我无你我无惊，干那一条命。朋友啊，斗阵来搏。无好莫甲我创空，时间一天在走，我一日在流，有一天咱拢老，带某囝斗阵，浪子回头。祖先诗爱谨记，现代诗爱明理，海洋性多言语，有尊严讲无语。我是台语诗囡仔歌创作者那淑晶，我伫詹文溪电台招你做伙讲台语。山笑传无语，培养好嘴水，依咱大家嘴水好，甲人保暖就免烦恼。今仔日的说笑团无语，培养好嘴水，是北区大港国小的囡仔子严慧萱。慧萱用着广告的方式来示范考试技巧的成果。这个故事是伊对伊上喜意的翻译绘本《张开大嘴呱呱呱》这本故事册，甲伊换做台语的开口来做分享的哦。咱即马就来听慧萱讲看喙甲仔呱呱呱的故事咯。
Hello，各位空中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我是台南北区大港国小4年的囡仔姊严慧萱慧酸，伫遮甲大家请安问好。今仔日我真欢喜，会当来电台讲故互大家听。我要讲的故事是看喙甲肉呱呱呱，看喙甲肉呱呱呱。住伫水库仔后壁的看喙甲肉，大家拢叫伊呱呱呱。伊除了逐工爱唱歌，阁真使食，大喙开开，就是想要食。见若甲伊的参甲仔喙开开，迄条长long爽黏贴贴的籽吐出来，就大声讲：我是大喙看看参甲仔呱呱呱，我上爱食好神，食好神我才有好心情，哈哈哈！看喙甲肉心情袂歹，跳进前，拄着一只毛草水当当的鸟仔，大喙看看的参甲肉，目睭瞪甲大蕊，就对这只毛草水当当的鸟仔讲：喂，我是大喙看看参甲肉呱呱呱，我上爱食好神，你上爱食啥物？毛草水当当的鸟仔摇一个尻川花，双舌一个，尖尖的喙仔开哈哈讲：哇，上爱食伫涂骹爬来爬去、扫来扫去的糖拖。这伫涂骹爬来爬去、扫来扫去的糖拖是啥物咧？这糖拖的台语就是昆虫的通称。阁有一句双舌一个，这一个就是鸡仔、鸟仔，甲因的舌骨、翅膀安尼扇动展翅飞翔做运动的一种说法。刷了大喙看看参甲肉呱呱呱，阁拄着一只毛青青、身躯咖啡色的鸟鼠，就对伊讲：喂，我是大喙看看参甲肉呱呱呱，我上爱食好神，你上爱食啥物？一只规身躯咖啡色的鸟鼠，喙手咬者，甲声音就甲悬讲：我上爱食脆脆的金子，甲甜甜的果子，鸡卵糕，我嘛非常的介意，拢真爱食。一面听鸟鼠咧讲话，一面咧掠好神的看喙甲肉呱呱呱，雄雄看到一只酷鱼，真好闲，走去酷鱼的头前讲：喂，我是大喙看看参甲肉呱呱呱，我上爱食好神，你上爱食啥物？酷鱼瞪出伊白白个尖尖的喙齿，笑笑啊讲：嘿，我上爱食啥物哦？我上爱食美美可口大喙看看参甲肉，大喙看看参甲肉呱呱呱，听一个甲叮当，甲出声，吞一个喙烂了后，甲大喙合拍起来，细细声讲：食无大喙看看参甲肉，对毋对？无伊，就紧对水库仔跳落去，走甲无看影。哈哈，我讲的故事敢有趣味咧！最后感谢大家耐心听我讲故，希望日后有机会再过来电台讲故互大家听。最后祝福听众朋友大家欢喜笑嗨嗨，拜拜！听到实在足够水，真有囡仔天真的开口，真贴近生活中的想象空间。规个故事除了内底这个好奇的好闲，甲空鱼点出伊白白个尖尖的喙齿，笑笑啊讲的笑笑啊讲，需要做调整以外，慧酸真正是有够讲故事的呢。这好闲的好，爱有片空音。
这字好不好的好，有白话音的好，还有文读音的好。其实真侪人嘛拢会念这个好贤，讲伫好贤，希望爱甲正确、较端直、正版的台语甲找回来，而且爱讲好贤，好贤。也若是讲这个笑笑啊讲，这个笑伊是第三声的笑。伫咱有两字相贴的使用的时阵，咱就爱甲字做变调。笑笑啊讲，咱若变笑笑讲，笑笑啊讲，笑笑啊讲变笑笑讲。所以伫听到慧宣甲故事讲了遮尔啊有感情，讲了遮好的时阵，这嘛互惠阳心内伫咧想，一个囡仔若是自细汉就甲伊培养伊爱看册，不时互囡仔去找伊意爱的册做阅读，不但是提悬囡仔追求知识的欲望，佫是一种口才训练、文学底子蹲背底上实在的好方法。咱若透过阅读，嘛会当互咱的生活充满着故事、喜乐的色彩。这敢毋是一种足好的休闲活动？咱对慧宣这个查某囡仔，听着伊用着欢喜自然的口语，甲伊教伊的故事，讲互每一位大朋友、小朋友听，敢有听出伊是伫咧享受伊自身的快乐，甲伊的口说才艺天分展现出来。有人为着囡仔要参加讲故事比赛，走来问惠阳：这囡仔要讲故事，爱安怎替伊去找题材？安怎替伊写稿咧？上简单的一句话，这故事是啥物人要讲的，就互啥物人去选择，尊重囡仔的意爱，互因去做决定，这绝对袂有问题的啦。囡仔欢喜，咱嘛对咧安慰，敢毋是咧？我来念歌咯，互恁听哩。我是施炳华，我伫闸门溪电台甲你做伙念歌，唱出台湾上水的语言文化。对歌声玲珑色，对歌声优美的旋律，使你去找找故事中的画面。对歌声玲珑色，咱先来去听这首是诸葛亮啊演唱的《俄罗加的特辑》。世间上的代志，讲起来是无啥物，来袂来，去袂去，拢有伊的道理。惠阳先念一解歌词，互咱听众朋友来听。俄罗加的特辑，武雄写词。世间上的代志，讲起来是无啥物，来未来，去袂去，拢有伊的道理。人若无照天理，天就无照家子。免计较，莫提起。三鸟鸟，莫想要甲四斤鸟鼠。有缘才来做知己。人甲人真歹比，百样人拢食一款味。啊那达，我但是有缘做阵上 happy。你听我，我来听你，大家学了家的特质。伫这首歌的歌词内底，有几啊句台湾正实用的俗语。一首歌曲内底，若是放两句啊先人智慧的俗语，照着演唱的人家己放送，台湾的母语的声音就会继续传落去。伫这首歌有一句“三鸟鸟甲四只鸟鼠”，这三鸟鸟甲四只鸟鼠的意思是伫咧讲，人若大心肝，心肝不足，
袂输蛇要甲枪吞落去腹肚内。这甲3斤鸟要食4斤鸟翅，拢是同款的意思。细只鸟咪要甲比家己较大只的鸟翅，真正是自不量力。也若是即句人无照天理，天就无照家己。这嘛是一句咧批论讲，咱若无按照天理、大自然的循环去做，这大自然必定会对咱抗议、倒压、反扑。若是即句学了甲的答字，费用就足爱讲咯。这囡仔若是咧上课，认真口才好，我会特别甲遮一喙挂绳子，讲甲谢谢叫的宝贝，赞美夸奖，学了因上介绍，囡仔欢喜，自然就爱对我学台语咯。相信大家拢真爱听正面鼓励的话，所以希望咱做人时代长辈，莫甲学了鼓励好话含伫咧喙内，咱就爱大声讲出来较实在。说到即句百样人拢食一款米，啊那达话打死，甲即句一样米饲百样人，包括我甲你，这拢是同款的。譬如讲，这个社会有各种形形色色的人，上介重要的就是人多话就多，三色人讲五色话，这人多就嘴杂。每一个人拢有伊的主观意识，阁有无同的意见。这嘛是有伫咧讲，伫人多意见嘛真侪的时阵，莫衷一是。当讨论的代志，因为彼此的意见、想法有出入，分袂出什么人是对的时阵，无法度有共同的看法，咱就爱互相体谅，小尊重一下，唔通口角口弯，吵吵闹闹。你规我严落，甲人创空，或者是扣后骹。这首歌是真有本土味的艺人李格亮所唱的，伊的人生故事嘛伫咧喜怒哀悲的过程当中，因为大肠癌过往来落幕。这一位抽角的台湾艺人李格亮，有参照台湾特有的歌厅小文化，对台湾的母语传承。讲起来嘛，影响真大呢。诸葛亮读小学的吴定波老师，伊就捌安尼讲过：，这个亮真做囡仔的时，就无爱读册，真爱耍，爱表演，将激五人。自细汉反应就真好，口才出传更加是有天分。诸葛亮伊有特殊的俗语对话，夹起来话，放伫咧舞台顶。用了真好，甲台湾的语言文化发挥了真老道。尤其是伫迄个年代，透过伊表演的放送，去引导袂晓讲台语的嘛真好闲。看诸葛亮的歌听小学台语，一个人的起起落落，有时阵甲咱的命运嘛会相牵连。咱人爱珍惜资源，爱惜生命，才有一切。尤其当今的社会，对着学历的重视，影响互一寡心中的囡仔无法度发挥因的专长、甲提悬求知识的兴趣。这诸葛亮的故事，是毋是会当阁互咱再次来关心着台湾的教育问题呢？咱即马先来欣赏这首俄罗斯的答字。是无啥物，来袂来，去袂去，拢有伊的道理。人若无照天理，天就无照家己。天经人，莫脾气，三娘娘莫想要，卡死金鸟翅。做脾气，人甲人真歹比，下样人拢食一款米。啊那斗我搭是，有缘到底上会比。你听我，我来听你，大家学了甲
世间上的代志，讲起来是无啥物，来袂来，去袂去，拢有伊的道理。人若无照天理，天就无照脚趾。连家人莫起起，三鸟鸟莫想咧，甲四只鸟鼠。来做知己，人甲人真歹比，他有人拢才是款味。啊那达我代志，有缘到底上happy。你听我，我来听你，大家都较会答字。听了诸葛亮的喜乐人生故事，互咱感受到生活当中的路途，是要欢喜向前行，也是定定就搁爱停伫原来的所在，遐踅来踅去咧。这就爱看个人的做法咯。若是方向掌握了有对当，即声着鸟鼠入牛角，稳达达；鸟鼠入牛角，稳达达咯。讲到这只鸟鼠，若钻入去牛角内底，绝对是无体咯，一定会互人长起来。这句俗语是用来批论讲，对着做代志真有自信，真有把握，就是胸有成竹，一定会当如期顺利完成的意思。除了有这句鸟鼠入牛角，稳达达，是自信有把握的意思，还有这句蠓仔入牛角，嘛是稳达达啦。咱今仔日的节目当中有讲到的俗语有几啊句，请听众朋友搁对费用学习一解。高头鸟鼠耳，插埋鼠眼，蛇头鼠目，无一个鸟鼠仔胆。青眉鸟拄着死鸟鼠，长鸟鼠惊弄破骹。鸟鼠毋敢食鸟泥，鸟鼠搬番仔球。三鸟鸟甲四斤鸟鼠，人无照天理，天无照家子，甲学了家会达志。搁有一句充满自信有把握的热客仔话：鸟鼠入牛角，稳达达。刷了可爱天真的虎城小花蕊，照恁讲的俗语是鸟鼠靠鸟啊，毋知咱听众朋友有留起来无？最后，嘛感谢北区大江国小颜慧选的看喙甲仔呱呱呱的广告，希望在咱的节目当中，透过囡仔的母语学习，讲出生活当中的趣味甲智慧啦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台湾文化健身店。咱这个节目是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咱们K广播电台制作，在每一个礼拜日的暗时7点 FM 89.9准时放送。咱节目到这告一段落，期待后一回再会。